歡迎翻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如果咧你啱啱開始進入市場投資嘅話咧，希望你可以聽下呢幾件十分之重要嘅嘢，因為我覺得咧你有機會可能對市場未來嘅回報有一個錯誤嘅認知。咁首先呢，我都知道近期咧有非常之多嘅新朋友咧啱啱先開始做指數 ETF 嘅投資，然之後咧佢會根據近呢2年見到可能每年30至40% 嘅回報咧，就覺得只要做指數 ETF 就會得到一個非常之誇張嘅回報，然之後好快就財務自由。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未來嗰2年嘅投資回報咧有非常之大嘅概率咧係會遠遠低過近嗰2年，甚至乎係一個負數添嘅。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當大部分嘅利好都落晒地，即係講緊當市場期望已久嘅減息都真係發生咗，然之後當大部分嘅公司已經用咗一個好高嘅成長率去估算佢嘅現價，之後發現真係有一刻係滿足唔到啦，要需要重新調整啦。又或者話，當我成個世界都發現呢，其實可能由 AI 衍生出嚟嘅高成長呢，原來去到底呢，不過都係另一個新嘅泡沫嘅時候呢，咁其實大部分嘅公司而家非常之高嘅日價呢，就會得到一個十分之顯著嘅調整。咁而呢個調整呢，就會令到呢，可能我哋喺未來嗰2至3年度呢，會經歷一個非常之深刻嘅陣痛。咁可能你都會見到就係一啲指數 ETF 呢，有機會佢回調嘅幅度可能講緊係4至6成左右嘅。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做指數 ETF 嘅話呢，記得就唔好話追求短期致富，唔好話諗住而家近呢1-2年不斷投資入去啦，咁你2年之後就退到休，呢個可能性係非常之低嘅。咁相反就係呢，你可能要期望一件事，就係可能你會見到未來嗰1-2年有非常之大嘅機會呢，會有一個顯著而且持續嘅長期嘅損失。咁你就要好冷靜咁樣呢，保持喺個場入面，然之後呢持續呢喺成個市場好低迷嘅時候呢，買更多指數 ETF， 咁樣呢，你先可以呢係最後得到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回報。咁當然可能你都會諗就係，咁即係要幾多年先可以得到個好唔錯嘅回報呢？咁其實以往呢，每一個週期嗰個幅度嚟講呢，咁你可能會期望一個熊市呢，佢維持嘅時間大約會係講緊3年左右。咁所以換言之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喺未來嗰1-2年之內見到市場崩盤嘅話呢，咁好可能呢，你要喺佢崩盤之後再隔多2-3年呢，先會重新呢恢復翻去正軌，先會呢慢慢由熊市收復變成去一個新嘅牛市。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呢？我會話你千祈呢唔好諗住喺短期賺快錢，都唔好諗住短期呢可以俾到非常之大嘅回報你，因為有一個比較大嘅概率就係你可能要好耐心咁去等多3-4年呢，並且呢喺個過程度不斷再投入呢，先會得到一個唔錯嘅回報。咁至於呢，如果你話你本身你唔係做指數 ETF， 你係做個股嘅，你做一啲明星科技股嘅投資，核能啊、量子電腦啊、太空科技啊諸如此類嘅話呢，咁你都要明白呢，其實絕大部分嗰啲公司呢個估值都唔係建基喺數字上面嘅，佢哋大部分都係建基喺個故事同埋敘事上面。咁嘅意思就係講緊就係大部分嘅公司佢仲未有一個清晰可見嘅盈利能力嘅。咁換言之就係其實基本上呢，大部分佢而家所謂嘅價值呢，都只不過係建構喺呢可能成個市場預期，可能10年之後佢所屬嘅板塊會創造咗幾多嘅利潤啦，佢潛在可能佔到嘅市佔率有幾多啦。於是乎呢，就去呢計可能佢5至10年之後，如果一切順利發展嘅話呢，咁佢有機會就可以去到呢今日呢個股價所展示嗰個位置。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如果中間真係經歷一個經濟衰退，真係出現滯脹，然之後成個市場要回調嘅話呢，咁所有呢啲單靠敘事同埋故事去估值嘅一啲所謂明星嘅概念股呢，必然都係會有一個非常之顯著嘅打擊嘅。咁我以期望就係當成個經濟走下坡嘅話呢，咁呢一啲敘事誕生嘅價值呢，就會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折扣，而且呢，可能講緊係會令佢哋嘅股價呢遭遇一個非常之毀滅性嘅打擊。即係講緊可能呢，如果指數跌4-5成嘅話呢，佢係會跌到8-9成嘅。咁你千祈唔好當我講呢樣嘢危言聳聽，因為如果你睇翻以往嗰時2000年科網股爆破嘅時候呢，就算好多 Amazon 呢啲咁優質咁頂尖嘅公司呢，成間公司嘅股價都係超過腰斬非常之多，即係可能講緊冇咗9成估值咁滯。咁當然可能你都會話唔同嘅，因為嗰時佢未賺錢啊嘛。咁但係其實呢，雖然你可能會咁講，你會話佢嗰時未賺錢。咁但係如果你睇翻而家嗰堆所謂 AI 啊、核能啊，或者係一啲太空科技嘅一啲概念股呢，其實佢哋而家嘅財務狀況呢，只會比嗰時嘅 Amazon 更加差。因為嗰時嘅 Amazon 雖然未賺錢，但起碼你已經開始見到啦，佢逐步喺度打造緊佢嘅飛輪，打造緊佢嗰個商業模式，係會有一個叫做臨界點呢，令到佢可以轉虧為盈。咁但係所謂核能啊、量子電腦呢一啲呢，其實有機會佢係一世都唔會有一個轉虧為盈嘅機會。咁所以呢一個就係點解我會覺得呢，其實嗰時 Amazon 呢尚且叫做財務上或者商業模式上好過而家呢一啲明星概念股，但係佢都跌到9成嘅話呢，咁你絕對係唔可以低估呢當下呢刻高追明星科技股你要面臨嗰個潛在嘅致命打擊。咁你可能都會諗一樣嘢就係，咁如果假設
指數 ETF 又跌咁多，明星概念股又跌咁多，咁呢刻你可以買啲乜嘢先可以幸免於難呢？咁其實都講過非常之多次，咁最基本嘅就係黃金短債啦。咁呢兩樣嘢都係可以有效咁抗衡到崩盤嘅風險，都係喺成個市場真係回調嘅時候呢，令到你嘅損失大幅減少嘅。咁如果你話你想充分投資市場嘅話呢，咁你都可以呢去選擇一啲而家呢個估值上比較低嘅一啲優質傳統股。咁如果你話你唔知有啲咩優質傳統股嘅話呢，你都而家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日呢都會分享下嗰個星期嘅一啲市場觀點，我覺得當下受低估嘅機會，同埋有冇啲咩價值投資呢，喺長線可以帶嚟一個相對好嘅回報，令你嘅長線績效變得更加好嘅。咁所以呢，講咗咁多嘢呢，其實就係想講一樣嘢，就係當下呢刻呢，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係一個長線價值投資者嘅話呢，咁基本上其實你可以買嘅嘢呢，絕對唔係啲咩科技股、明星股、概念股，而係講緊呢，你係應該呢，係唔擔心而家短期落後而選擇呢，係去做一啲優質傳統股啦、黃金啦、短債啦，先確保到呢，你唔會喺短期內出局，然之後呢，先再諗呢，到時呢，真係熊市嘅時候呢，點可以透過你保存嘅實力呢，去轉倉去賺更多嘅錢。咁而一切最好嘅買點呢，最好嘅投資機會呢，我都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就一定唔會係而家呢個市場高點嘅牛市入面嘅，一定會係大部分嘅人都唔想再買股票，唔想再講股票，大部分人都輸錢嘅時候呢，嗰啲咁差嘅熊市呢，先會係一個你真正需要大手佈局嘅機會。咁最後就簡單概括就係，千祈呢唔好諗住話每日都要買，追逐晒每一個標股嘅機會呢，你先可以賺到錢。因為好多時候其實你乜都唔做呢，你坐喺度齋望呢，或者耐心咁去等呢，已經係一個對你嘅資本累積嚟講係一個最好嘅操作嚟嘅。咁希望今日講嘅可以令到你長線累積到更多嘅資產。咁我哋下次再喺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